大家好，我是嘉辉。今日要来小解我画图，名号做无规则的机器人。无毋对，绘者是我。即幅图是伫咧今年2月4号出世的。然后我会来小解即幅图是安怎产生的。第一，其实我的脑海中有足侪的想法，毋过我心中无一定讲一定爱画啥，是依照一个形状落去画，所以我是凭我心中的机器人，然后用尺一条线甲伊画落来，然后甲伊倒做我想要的模样。你有看到下面的所在，我有浮掉的所在有无？迄就是我感觉迄是假，所以我就甲浮掉，我无甲伊冲去，因为我毋是足专业的绘者，所以就是我甲我心中想要表达的，甲想要画色水，甲伊分配互好势。因为虽然我无上过画图的课，毋过其实我对色彩学即个项目我有熟手，我拢有伫看册，也是买专门的册来看，所以我对这有研究。所以你看起来即个图，即个色彩诚平均，嘛真险目。有人讲有淡薄像风吹，我画起来，我感觉像机器人尔，毋过画人会感觉讲，像风吹安尼吼。所以这是我要小解互大家第一幅图。恁看了有啥物感想，拢会当伫下骹留言互我哦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再会。